真大兵，总会出头天。做头路爱认真打拼，总会出头天。工作要认真努力，才会出头天。工作要认真努力，才会出头天。工作要认真努力，才会出头天。熱色的，熱色的，熱色的，一點點，熱色的，熱色的。我成功賺存熱色的錢，故所唔拉買一本書。我成功賺存熱色的錢，故所唔拉買一本書。我成功賺存熱色的錢，故所唔拉買一本書。我身上只剩一點點錢，所以不夠買這本書。我身上只剩一點點錢，所以不夠買這本書。我身上只剩一點點錢，所以不夠買這本書。喂，糖糖啊，亲啊，有咩嘅事情？冇事啦。係唔係大家都要去集訓啊？哦，走啊走啊，大家都來咧。哦，你係唔係糖豆麥子嘅事情啊？佢差一時去做唔得來呢。係哦。啊，對了，你老婆嘅必須乜樣啊？當然係啊。恭喜恭喜哦！記得哦，下次還有這種比賽，記得一定要找我哦。畢竟我們也是關係親密的夥伴啊，對吧？你幹嘛用這種惡心的聲音跟我講話？哦，沒事啦，我很快就會回去了，到時候我再去跟你拿獎品。沒事啦，拜。這首詩忙到18歲，唔好搞崩啊！困了哈。哎，弟啦，等18歲哦，我要陪你檢查。哎，对了，你真的舍得把你的普妞放这边放这么久哦？为了展现决心，我就是要让冻豆腐知道，我们是很认真的。哦。虎头剃头，理所车，那我该怎么表现我的决心啊？你哦，少吃一點零食，才敢去領你的給洗杯啊！哈，少吃零食，嘿，太難了啦！媽該太難了啦！你肉那麼多，怎麼練啦啦隊啊？後悔，不吃就不吃，我當減肥啦。你真的舍得跟他們說再見哦？哦，嘿啊，記得聽按多年了呢，朋友哎，好朋友哎。哦，隊長，你好意思說我？那你嘞？你要怎麼表現你的決心？我。欣賞。不好意思。我用崔總嘅身份代表啦啦隊成員，希望做對本藝到上台表演。斧頭嘅條男冇剪鐵咧，咱攏驚差也唔去咧。